吃饭不让端起来吃，那有家教吗？谁他妈教你的？你拿话点子啊？教不你教，你啥意思？这些年你管过孩子吗？钱不是我赚的吗？我他妈管孩子，我管孩子，你吃饭干啥？你他妈喝西北风啊？你钱往家拿过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老家伙都给你的破鞋。当他妈孩子面，你说啥呢？你打我，我他妈17就跟你了，你到时候打我，我他妈掉楼就我不活了。笑话，我他妈也不活了。家庭不和是因为没拜仙儿，明天把存折带上，咱拜仙儿去。兄弟们，今天给你们录一个第一人称家人干仗 vlog 啊！姐妹们，看我自己给自己改的花刀。今天你们欧弟了吗？